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，以赛亚书59章15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国的实现。上帝国也是咱咧讲的天国，到底是啥物货？伫倒位？有几个无共款的讲法，也是讲有几个无共款的角度，通好去了解。前无偌久，有人问牧师讲，到底天国是啥物货？伫人死了后去的所在吗？那安尼，咱的生活呢？这的确是一个真好的问题。天国到底是啥物？到底伫倒位？基督徒要安怎来看待？咱先来讲到咱将末的愿望。即阵因为连续主持2摆的个别礼拜，也互牧师家己搁再一次思想迄个天国的意义。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，圣经记载讲，耶稣搁对因讲：伫恁的心内毋通烦恼，着爱信上帝，着爱信我。伫我老爸的家有济济徛起的所在，我去是为着恁准备所在。若毋是安尼，我就无讲这个话。我去是为着恁准备所在，以后要搁倒转来，接恁去到伫我遐，要互恁甲我伫同一个所在。我要去的所在，迄条路恁是知的。照耶稣基督教导迄个天国，是迄个将来的愿望，是因为伊要去为着咱陪伴的所在，然后伊要搁倒转来接咱去，所以天国是伫将来永远会徛家。另外，耶稣基督的教导伫主导文，伊安尼甲咱讲：愿你伫这个世界掌权，愿你的旨意实现伫这个地上，亲像实现伫天顶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，伊所教导迄个上帝国的临在。但是，这个是一种即时的上帝国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。这个前提就是讲，基督徒必须爱去实践上帝国的诫命，上帝国就会实现伫这个地上，亲像伫天顶。上帝国的实践是咱基督徒所需要去思想的。用生命去实践的。以赛亚先知也安尼讲，伊甲以色列人的问题去讲出来。上主看到一切，伊因为正义灭绝，伊无欢喜。伊真惊吓，竟然无有人帮助遐个受欺压的人，因为伊要用家己的气力来拯救因。互因来得胜，因为以色列人活伫这个因的生活顶悬无有见证，所以上帝透过先知甲因提醒讲，因竟然无帮助遐受压迫的人，也因为安尼，上帝要亲自来出手。先知又搁讲，伊要用公义做盔甲，用胜利做头盔。伊要用报复做衣裳，用热诚做外袍。伊要照敌人所做的报应因，甚至带伫海岛的人也袂通免除。
对东到西，人人拢惊吓上主甲伊的大权能，伊要亲像大水，亲像光烈风一般会来到。上帝伊要亲自成做弱势者的帮站，亲自成做因公义的盔甲，并且用胜利来做因的头盔。不但安尼，上帝来甲以色列人讲，必须爱服从伊，因为并且亲像迄个教导，因的行行顺顺，拢着爱服从上帝。先知讲，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我要来拯救耶路撒冷，拯救所有离开罪恶的人。我亲自甲恁立约，我要将力量甲教导赏赐互恁。对现在起，恁着爱服从我。我也要教导恁的子孙世世代代拢服从我。这个先知的教导就亲像耶稣基督伫主导文的中间所教示的。伊讲原理会伫这个世界掌权，原理的旨意实现伫地上，亲像实现伫天顶。咱看见伫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到37节的记载，迄时阵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，安尼讲，一寡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，爱知上帝的主权什么时阵来实现？耶稣讲上帝的主权的实现，并毋是目睭所会通看见的，无有人会通讲看伊伫遮，或者是讲看伊伫遐，因为上帝的主权是伫恁的心内。耶稣基督讲，上帝国毋是用目睭所会通看的。毋是亲像某一个国家的政体，也毋是亲像咱所知即个宗教团体、天主教的体制，即个教皇也是教廷即种的体制。上帝国毋是即种的。若无，咱若伤过注重讲看伊伫遮，看伊伫遐。咱就真容易互一寡假的信息、假的先知所来影响。上帝国的实现，就是基督徒的心内应当爱去记得，也是去实践上帝的诫命，互咱伫咱周边遮的人，拢会通感受到。咱基督徒的生活，亲像活伫上帝纪念的人同款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国就临在伫这个地上，也亲像咱一直咧讲主导文所教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以赛亚书12章。伫迄日，你会讲：上主，我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发受气，毋过你的受气已经煞，你有甲我安慰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倚靠你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恁会对拯救的子欢喜快乐来唱水。伊迄日，恁会讲，着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着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着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，着吟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。着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，
邻锡安的居民啊，着欢喜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一切的神圣的上帝上伟大。愿上帝的国降临，也愿咱拢遵行伊的旨意，伫第二亲像伫天顶，互咱真真正正活伫上帝国内底，成做上帝家内底的一份子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